偏乡的原住民囡仔因为资源无够，是较无法度学到科学相关的内容。即阵中教大、嘉义、东华、清华大学合作，为因设计科学相关的设计课程。伫实验室内底操作设备，每一位来上课的老师拢真认真学习。除了化学以外，还有物理、生物、甲食物医学的课程。设计课程的嘉义大学讲，希望这个内容会当加做偏向原住民推广科学教育的底子。对于这个原住民科学教育有兴趣的教师们，他们能够把这些跟科学相关的技巧，或是跟科学相关的概念，然后把它带回去他们自己的学校里面，指导在地的学生，然后进行课展。这个原住民族科学教师研习的计划，加强八县市的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的人员或者是老师来参加。来上课的老师就讲，配合因在地的特色，会当替偏向原住民囡仔的学习设计符合因的内容。未来伫设计课程的时阵，会透过这科学知识，甲咱的生活经验做一个结合。我相信今日课程对在座每一个老师拢最有帮助的。应该是讲有当时啊上自然的时阵，也是啥会当当做一个故事，啊，甲学生分享这个故事，应该伊会感觉真趣味安尼。嘉义大学表示，所谓科技的发展，并无减少偏向科学教育甲都市之间的距离。这个培训的机会，提供偏向的教育单位，会当利用原住民族文化的特色，设计符合因的科学课程，和偏向原住民的囡仔，嘛会当学习科学的知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